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渐渐更新，活出基督的形象，彼此勉励。Masa Allah kuulib milingi ai tu kawas. Masa si paizer kita tu faluzo. 经文哥罗西书3章10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Umitsahlungay ito kamuto faluhay faluzo. Unini faluhay faluzo i. Umilingi ito misanga ay kawas. Masafa'luh kunini to sa kasungila aw namu mafana i jinglaan.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0. And have put on the new self, which is being renewed in knowledge after the image of its creator. 哥罗西书1章27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Unisahalaka anu kawasi, ubi bakafana i finauran ningra to pakakmulay asmak.Unini apakakmulay asmak hananai. Unika malo ni Kristo ifaluzo namo. Ta pakai ni tunini ko sakanga ay namo mikapo to kawas i nika taramaan ningra. Usaki kasa finacaran no hakal kunini taramaan ay jalilay pakakmulay asmak.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27. To them, God chose to make known how great among the Gentiles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mystery,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在穆迪圣经学院的毕业前夕，一群神学生聚在一起分享。一位学生沮丧地说：“我读神学这么久，却总觉得生命改不好，是不是我根本不够属灵呢？”这时，旁边另一位同学却很有自信地说：“我操练了这么久，现在真的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形象了。”就在大家热烈讨论时，2楼传来一阵水声，原来是院长穆迪牧师突然端了一盆水从2楼倒了下来。这盆水不偏不倚，正正地淋在那位自认为越来越像耶稣的学生身上。那位学生瞬间全身湿透，原本满口的属灵术语顿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暴跳如雷，立刻气得大骂：“是谁干的？这么没有礼貌！”这时穆迪牧师从2楼探出头来，平静地说：“你刚刚说你已经很像耶稣了，但当你被泼到水，你里面真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了。你其实不是越来越像基督，而是一直在咬紧牙关模仿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这位神学生，我们信主、读经、听道，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敬虔，可是回到现实生活里，当压力和负面情绪像那盆水一样扑过来时，我们却常常沮丧地发现自己还是那么容易忧虑，还是会对家人大发雷霆。我们在神面前戴着属灵的面具，外面演得很像，里面却早已疲惫不堪。因为人可以模仿一时，却无法靠自己模仿一生。真正的信仰不是靠着咬紧牙关去模仿耶稣，而是让基督的生命真实的在我们里面更新。正如
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0节所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生命改变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一条渐渐更新的旅程。要明白什么是更新，我们必须回到神起初的创造。人起初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在起初的完美创造里，我们里面原本就有无私的爱，全然的平安，真理的圣洁。那时的人活得非常有安全感。但是当罪进入世界，这个美丽的形象就被打破了，于是原本神圣的爱扭曲成了自私，完美的平安扭曲成了恐惧与焦虑。我们里面的形象坏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靠着自己咬紧牙关模仿耶稣一定会失败，因为救人的本质没有改变。那该怎么办呢？哥罗西书1章15节告诉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不只是来教导我们一套高道德标准，他更是把那完美的神的形象亲自活给我们看。因此圣经所说的更新，是重新回到造我们的主那里，把原本被罪扭曲的形象再次对齐耶稣。当我们与耶稣联合，他的生命就开始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置换。如哥罗西书1章27节所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而不是我们在外面辛苦的演。既然基督已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还是活不出主的形象呢？保罗点出了关键，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想象一下，你买了一台全天下最新最贵的智慧型手机，结果你只拿它来接电话，其他厉害的功能完全不会用，甚至因为从不帮系统升级软体，导致它跑起来卡卡的，还常常宕机。我们信主后的状态常常就是这样，我们在灵里换了新身份，主耶稣也已经住进心里，但问题是，我们就像拿着最新款的手机，里面装的全是10年前的旧软体，一回到家，一去上班，我们的大脑还是习惯用旧的作业系统去思考，结果压力一来，照样焦虑，照样发脾气。这里的知识在圣经原文里不是指死板的神学理论，而是指心意的翻转与认知。你大脑里的软体思想怎么想，决定了你这台手机外在的生命活出什么样的形象。在认识神之前，我们的大脑早就被世界写进了好多错误的旧软体。当压力和脾气上来时，这些旧软体就会自动启动。旧软体的逻辑如下：别人批评你，你的自尊受损了，你就必须直觉的反击。活出的形象如下：面对压力时，活出愤怒跟苦毒的形象。如果我们回到家，任凭大脑继续跑旧软体，我们就永远没办法活出耶稣那种充满平安与宽容的形象。所以这个生命置换的更新，必须在我们的大脑软体知识里天天更新下载真理。有一位在职场上非常优秀的基督徒老板，他过去人生最大的安全感
来自于强大的掌控力。对他来说，没有他解决不了的案子。有一年，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暴，业绩疯狂下滑，大客户流失。在那当下，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管理能力彻底失灵了。他的心思每天被焦虑、恐惧所充满。因为失去了平安，他回到公司就对部属疯狂发怒，回到家则把紧绷的情绪带给妻子与孩子。外在的危机把他里面救人的扭曲与暴躁挤压得原形毕露了。在一个痛苦的夜晚，他跪在地上向神哭求：主啊，我快撑不下去了，为什么我信主了，里面却像活在地狱里一样？那一天，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他：孩子，你一直想当自己生命的老板，当公司一失控，你的神就垮了。你的安全感到底建构在哪里呢？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发现自己虽然信主了，大脑装的却还是世界，凡事靠自己掌控的旧知识。他流泪悔改，做了一个决定，把主权交还给神。从那天起，外面的环境没有马上变好，但他每天早晨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就是操练宣告交托。当焦虑的思想旧软体一进来，他就用神的话重新设定大脑，宣告：主啊，这家公司是你的，我的生命也是你的，你坐着为王。这就是渐渐更新。每一次焦虑来袭，他就换一次脑袋晶片。渐渐的，员工发现老板虽然面对风暴，却不再乱发脾气，反而沉稳有平安。家人发现他回家有了笑容，外在环境没变，但他透过知识的更新，渐渐活出了耶稣基督那震不动的平安形象。弟兄姐妹，心思意念的更新就像雕刻家在雕刻一尊塑像，它不是一天就完成的，而是一场渐渐的，每天一点一滴，在生活环境中的微调。每一次当你在生活压力大到想哭，负面情绪快要爆发的时候，你刻意踩刹车，拒绝旧大脑的悲观直觉，选择用神的真理去重新思考，去宣告交托，你就是在让真理的雕刻刀在你的生命里刻出主耶稣那充满爱、荣耀与智慧的尊贵形象。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在星期天聚会时戴上属灵面具，更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日常生活中，天天透过读经、祷告与小组聚会，来升级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份荣耀盼望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只救了我们，还天天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常常很软弱，在教会里看起来很敬虔，但你回到家，一碰到生活压力，脾气马上就上来了。我们承认自己没办法靠着咬紧牙关去假装成好人，所以主啊，我们宣告我们的思维要天天连于你，求你给我们渴慕的心，天天透过读经、祷告、固定聚会来亲近你，就像手机天天下载新软体一样，让你的真理天天更新我们的大脑与心思，让我们今天比昨天更进一步，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的基督徒。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